台北科技大学甲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合作相邻学术学位学程专班哦，也毋过有部分学生无写台北科技大学论文，所以只取得美国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是表示讲，113年学年度开始停止招生，也毋过书校工会是批评讲，应该爱处罚台北科技大学，嘛爱全面来调查相邻学位的所有学校。 唔免出国，上近2档就会当摕到双硕士的学位。台北科大甲美国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对105学年开始，就陆续针对高阶的管理、人工智慧，也有大数据来合作相连 EMBA。但是所有人向教育部检举，逐档拢有一寡学生也未写北科大的论文，就摕到 UTA 的毕业证书，然后随休学。这个双联共同办学的精神，就是要两边共同完成嘛，要不然。 我们就不要有这种制度啦。本来你学生要去念国外的，你就可以去啊。教育部表示，合作办学的规定就是两边拢要完成毕业的资格，才会当摕到学位。那照法律要求，北科大113学年度开始，这个学位的学程就要停止招生，也要求两校增加共同必修的课程，提出改善计划。 北科大这边会辅导同学回来把论文完成。从今年开始，德州大学的毕业证书，不会由学生自己申请领走，会统一寄到北科大，由北科大代管。 不过，书校工会所认为讲，北科大相连学位标出弊端，互人看到教育部对学术在职专班的管理无够顶真，也互部分大学有商业化的危机。这个案子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过失哦，严惩北科大，而且要调查全国提供双联学位的学校。 游英辉也讲，少子化的冲击，和学术专班已经变作是公私立大学的金鸡母。最近几档连续逼出论文偏离专业，也是世界草的问题。今麦国立大学的学术专班也出现问题，教育部应该要要求各校较斟酌的，若无就要受处罚。记者综合报道。